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昨一交报，就公开批评总统赖清德分裂国家。总统府是回应表示讲，无要接受不是事实的抹黑，佮强调讲攻击总统对理清事实无帮助。外界是预测讲郭文地可能会参选2026年的高雄市长，甚至在2028年会南北合做伙来选总统。 总统怎么看柯文哲说你让台湾四分五裂？面对记者的话话，赖总统无回应。民进党前主席郭文铁找到交报了后的讲话，唔那控诉是冤案，佮点名赖总统和国家分裂。不过总统府中心未对司法侦办中的案件评论，但是嘛未接受唔是事实的这种抹黑。 台湾是一个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国家，用攻击元首或者是污蔑司法的方法，无助于厘清事实。有没有污蔑哦？公道自在人心，抄家灭族式的想要摧毁民众党。总统府他们的发言看起来就像是7月鬼话连篇。郭文铁交报了后，后一步要怎行？未来南北合安怎布局，拢真受关注。真正担无郭文铁点头答应南北合的好友谊，是希望探讨司法出什么问题。 我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希望借着这个事件，大家好好探讨我们司法到底出了哪些问题。2024次南北合是破局，外界关心2026地方大选南北安怎合作，甚至2028总统大选，郭文铁敢会去配国民党的人选？媒体研究玉科预测郭文铁有可能投入2026高雄市长的选战。同款想要选高雄市长的哪位郭志文认为讲，南北嘛是爱集结。 蓝白绿都有人出来选的话，那我可以保证高雄起码有2%市长是新科的，蓝白也势必是要合作在一起。国会经过1年半的折腾，柯文哲主席是否有机会趁新会期改变这个态势，有别于过去不一样的蓝白合？那人士希望南北集结的声音是无断过，一直方认为讲是选国民党主席潜在的热门人选，嘛方点名讲若出线，可能对南北合不利的。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再到讲出有意愿来参选国民党主席，但是嘛是爱含赵少康协调，看谁出来选，嘛认为讲若家己当选党主席，对南北合袂有负面的影响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